帝平安，咱会通健康欢喜的心来学乐上帝，这是健康欢喜的事。即嘛是全世界的大事吼，就着即个武汉肺炎新冠状病毒，经过一礼拜久。经过一礼拜久，即个疫情加添2600几个，毋是，加添52000几个，死亡2000加2600几，所以到现在已经即个病例有16万外，死亡的有6294。所以，咱为着即个祈祷，望上帝怜悯，即个瘟疫会通紧紧停止，为着病痛的祈祷，死息安慰，来祈祷，为着伫困苦中的人来祈祷，咱也本身大家特别保重身体，正常健康，有即个免疫力，安尼就拢毋免惊啥物吼，所以爱注意防范感染吼。我看咱的周报，省长甲总教领是规划，咱中会书记也有一寡要点会通互教会做参考。咱有连续几啊礼拜，来讲即个耶稣的譬喻，讲到管家的譬喻，不义的管家，搁顶礼拜讲即个稳定的葡萄园，今仔日咱即只所读的圣经内底，就是有关一个无怜悯人的落魄的譬喻，即个譬喻我要甲咱来想即个下罪的道理，下罪的道理，因为即个譬喻要点就是即个下面的重点吼。咱大先第一，就爱来知影上帝的慈爱甲怜悯，上帝的慈爱甲怜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慈爱是怜悯的，良善、信实、公义。上帝是永远不变的，上帝的听是完全的听，是完美的听。伫诗篇103篇，为第10到12节请咱转去好好来读，这就是上帝的怜悯、赦免。我的心你着学乐耶和华，凡那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勉励，用好面作你的心愿，互你福到少年，亲像羊鸟。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枉屈的人伸冤。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伊无长长责备，也无永远藏受气。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因为天离地遐尔远，遐尔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尔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子，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所以上帝安怎样听咱、对待咱，
上帝也爱伊的囝儿安尼来对待人。上帝才有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互信的得着救，得着上帝的疼。安尼呢，上帝也要通过互人来体会伊的疼，就是通过伊的囝儿来互人了解上帝的疼，就是遐尼悬、遐尼广阔、悬深。所以上帝的囝儿要学习上帝的疼，互人来体会着上帝的疼。要对人的疼，这有时咱是做袂到，咱需要上帝的帮助。若赦免呢？对人来讲，实在迄个赦免是有限，迄有诶伤害真深，人根本无法度赦免。亲像即马3月吼，咱2月28拄啊过去，即个事件，无代无志一个人就受了就死去，安尼这才会遗族、亲人、朋友哪有法度接受？这无法度原谅，无法度原谅。总是呢，你若无原谅、无赦免呢，变做即个受苦，即个束缚，永远地狱，你是加受苦。总是所以当然国家有即个转型正义，这是好。总是台湾无亲像安尼德国遐尼真正咧彻底去实行。所以即个赦免，就是需要上帝的帮助，通过圣神来帮助咱，会通脱离即款的束缚，会通讨放得到自由。上帝主爱、怜悯、宽恕，就是赦免对待咱。上帝嘛爱咱，有缘有即款的主爱、怜悯、宽赦，赦免人，对待人，亲像上帝对待咱、赦免咱一样。这是头一项，咱来上了解上帝的疼痛、怜悯。过来，第二，咱才来想即个赦免的道理。今日经文，耶稣通过即个无情的歹萝卜来咧教示学生赦免的功课，当然也是教示咱。即个歹萝卜，伊得到主人的怜悯，免除伊1000万人的债务。总是伊拄着伊的朋友，才欠伊10两银，安尼伊无要放伊煞，逼伊着爱去随行，若无着甲伊掠去赶呢，安尼。主人知影即个萝卜遮尔无怜悯的心，知影伊所做呢，着真受气，着甲即个萝卜交互即个掌刑的。互伊等伊甲刑期，等伊甲刑清安尼。所以耶稣用即个无情的歹萝卜的譬喻呢，就是咧教示人赦罪的道理，赦罪的道理。譬如中即个歹萝卜，伊袂记得家己对主人所领受是遮尔大的恩典。伊去讨一别人欠伊的，是一丝仔若定，所以咱着爱求主帮助咱，有谦卑、有智慧的心，知影咱对上帝、对人所领受的真侪帮助、怜悯、关怀、赦免。有人伊嘛需要咱的帮助，需要咱的怜悯、赦免，互因有缘会当体会到上帝的疼，
即个无灵敏人的歹奴卜吼，伊是安怎呢？主人甲伊叫来吼，甲伊讲，歹奴卜啊，因为你对我求，我就将你所欠的甲你赦免。你减毋着灵敏你，当做奴卜的，亲像我灵敏你。主人安尼甲伊讲，啊，所以有人认为讲即个主人吼，安尼受气无理啦，因为伊讲话无算话，伊都讲要赦免啊，哦，遮济拢要甲赦免啊，啊，怎啊要搁甲讨？安尼，因为我无甲主人共款遐尼宽容人，哦，安尼就袂使。啊，其实即个问题讲起来只有两字，吼，就是赦免即两字。哦，人赦免你遮大的恩典，遮大的债务，啊，人欠你一丝丝啊，你无要放人煞，这就毋是做人的道理啦吼。做人的道理毋是安尼，所以即个罗卜，哦，伊就是无即个做人的道理，基本的道理。啊，毋放即个伊的重担，一出来即个，哦，啊，所以安尼就是互人真痛心吼。所以一个人有体会上帝的恩典，伊有得到赦免，得到讨放，啊，伊会当感恩，会当自然体谅人、赦免人，这是真自然的代志，真自然的代志。互人永远会通共款体会到即款赦免的恩，啊，得到喜乐，得到讨放的喜乐。所以即两个奴卜，因所欠的迄个债啊，是差太大咧。一个欠1000万元，哦，这都亲像人对上帝亏欠，都是真大的。若欠10两银即个，这就是亲像人甲人之间的亏欠，即个往往是较细，往往是真少、真小可、真有限的。所以人欠上帝是较大，无法度算的，无法度行的，大部分拢是和性命有关的。人犯罪结果就是死。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上帝真理光照伫咱的心，互咱会通知，咱家己软弱，家己是有限，家己有失错，当咱得到上帝的赦免，安尼咱有一款感恩的心，会通赦免人。即个歹奴卜，伊为什么无即款感恩、宽容的行为呢？可能伊毋敢相信，遮尔大笔的债务，真正即个主人甲伊拢免去，拢甲赦免去。啊，伊惊了主人，若是改变主意，搁爱行，所以伊即款心呢，就是爱接住有人欠伊的，最少拢着爱收倒转来。所以人的本性就是歹，毋知感恩，袂晓体贴人，这是人的本性的歹。虽然得到主人遐尼大的赦免，却无要赦免伊的同事一丝丝的罪，所以这个主人就生气啊！上帝赦免咱一切罪，咱若搁甲人计较、争论一寡小可代志，搁感觉家己有理，安尼互上帝伤心。上帝的慈爱、怜悯，完全赦免咱，存怜悯的心，咱爱存怜悯的心，来感恩。所以，这个约翰一书4章19、20，
要结婚了，常常真爱用即句吼，讲阮疼，因为上帝才先疼阮，所以咱就是先得到上帝疼，咱才会当相疼，伫即个赦免的顶面嘛是安尼，就是讲咱得到上帝赦免，咱才会当互相赦免，咱才会当来赦免人，因为咱得到上帝的赦免是遐尼大，1000万银共款遐大，总是咱要赦免人呢，是一撮啊10个银啊定。所以第三，咱就来看基督徒的赦免。怜悯人，就是伫别人有拄着困难的时阵，帮助你拄着忧伤的时，来甲因安慰，也是有破病的来关心安慰，医治受伤的，有辜负的来赦免，怜悯软弱的，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示疼心，安尼就是怜悯，怜悯人。伫马太25章35、36起伫遐，耶稣伫即个审判的日，就分做山羊、绵羊，伫遐有人伊就讲，阮当时，耶稣就讲，因为我枵你有互我食，我喙焦你互我啉，我出外你互我大，汤目体你互我穿，我破病你来看我，我关卡呢，你来看我，即个无咧做诶人，就讲阮当时看见你咧枵，你咧喙焦，你咧出外无通穿，是破病伫家，总是有咧做诶人呢。伊平时就安尼做，所以主讲，因为我枵你，互我食，我喙焦你互我啉。所以，一个有感恩上帝的赦免的人，伊自然有感恩的心，伊平时就是安尼做。伊安尼做的时，得到上帝欢喜，到伫审判的时，伊阁毋知影伊已经做遐尼多，得到上帝欢喜。总是遮个有计较的人，伊就讲，阮当时看见你枵，你喙焦，你出外无通穿，所以人怜悯的心，就是爱平时就爱培养，就爱迄款灵性，有迄款敏感灵性的心，咱拢礼拜拢有读念即个祈祷文，所以，我本来就迄个祈祷文内底爱个，祈祷文就是讲，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爱搁加2字，也有赦免过误阮的人，爱加2字，也有，因为恁若看圣诗标准的内底圣诗有所以耶稣是要求咱都爱大声赦免人的过误，咱才求上帝赦免咱的过误。咱都爱先大声家己有赦免人，咱才求上帝赦免咱的过误。所以耶稣教示咱即个主的基督论了后呢，伊就搁续落讲咱读的圣经章内底讲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的过失。所以怜悯人，耶稣也讲怜悯人的福气，怜悯人的福气，会得到怜悯。伫《使徒行传》9章36节起，遐有记载一个女的使徒叫做道家，伊平时就行好事，真济人，当伊破病的时，
学生听着彼得，听着彼得伫咧遐，啊，就找2个人去叫彼得来替祈祷，啊，所以伊果然对死的中间活起来，啊，伫当时教会拄咧开始圣神大做工有真济新者奇事，所以通过祈祷，啊，即个活起，因为伊即个道家伊平时就是真行好事，啊，有安尼好诶信心吼，有灵敏诶心。灵敏，啊，甲下面吼，下面咱讲华语是讲饶恕啦吼，饶恕吼，就是下面灵敏下面，这是连做伙吼，有灵敏诶心诶人，伊就会容易下面人，啊，所以耶稣教示咱讲，就爱下面人几摆，必定问讲是7摆嘛，吼，耶稣来讲，毋是7摆，是70个7摆。啊，即个7就是完全数，啊，所以70个7摆，即就是完全的下面，完全的下面。下面是真困难的功课，啊，总是咱爱学习即个功课，因为上帝已经赦免咱的罪，伊爱咱赦免人的过失，啊，赦免就是将遮个伤痛的事交托上帝，将遮个冤枉的事伸冤在上帝，交托上帝。假使若无安尼，你常常活伫即个痛苦的中间，受压制、受捆绑，啊，总是对方呢，拢无代志，拢好势好势。所以，求主帮助咱学习即个赦免的功课，才袂亲像即个无灵敏心的歹奴仆，啊，伊伫上帝面前，伊毋知影感恩，啊，伊就袂得到灵敏。自我中心的人，常常拢会看重家己的意见啊，家己的感受，家己的利益，啊，会想讲，啊，咱别人拢袂体谅我，拢袂了解我，啊，为虾米要伤害我，要阻挡我，要反对我？安尼，啊，耶稣讲，为虾米你看见你兄弟目睭中的刺，总是无看到家己目睭中圆仔茶？家己的目睭中圆仔茶遐尼大，无看见，啊，有看见别人眼中的差异。所以，然后咱若伫咧无意，还是伫咧意外的时阵来伤害人，安尼，咱就爱真正了解人的感受，爱徛伫对方来想，所以常常咱就爱徛伫对方来想，即了解，才会当了解。所以即是了解 understanding， 了解就是讲，你着爱徛落去下面，啊，甲伊做伙，安尼才有法度知影伊实在的情形。即亲像咱要甲一个囡仔讲话，啊，你着爱扶落来，啊，甲伊差不多边悬，安尼咱才会通甲伊好好来讲话。所以，同理心，就是爱徛伫共款的立场来了解。啊，我伫教会公布2007年12月初4，有一个作者叫做姚启尧，姚启尧，伊有做一首《饶恕77》，我感觉真好我感觉真好，所以就请安长老做即个 PowerPoint，咱会通相共来读，真好即个饶恕77下面即个饶恕嘛，下面，啊，饶恕还是讲下面
下面人过世，来咱做伙读。下面人过世，注讲77，毋是指数字，是讲无限时。世人世上万项事，受气常常有，凡事着温柔，免力结万事。受气放宽，到尾结死冤。兄弟得罪你，你无赦免伊，上帝无欢喜，咱是背道你，信徒守道理，受气无过年。若无顾念主，逐日都有事；若有带念主，较大就无事。赦免咱兄弟，主赦免你。信徒心仁慈，宽限无限处。主来兄弟待，一摆搁一摆，大家相赦免，信仰着实践，保罗所见，无快乐受气，无算人的歹，日日心清彩。咱也常常念提醒咱家己，也是互遮个细汉囡仔来念吼，嘛真好，会当学台语吼，是圣经真好的教师。最后我用一个下面的故事，真实的故事吼，就是可能咱有诶也拢知影吼，就是有一个日本人，日本的宣教师吼，伊是叫做井田伊之助吼，经常之助。伊是台湾原住民医疗服务之父。伊伫即个台湾花莲1906年的时阵，花莲的原住民有大规模的出草，有30个日本人，30外个日本人受斩头。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井上弥之助吼，这就是即个井上弥之助的老爸。伊的老爸受杀死的时伊拄仔咧读即个东京圣经学院，伊就决志要来台湾传教，要来传道，向日本政府申请，总是无准，无准用传道的即个理由，所以伊就拍拼去勤读医学，读医学的课程，后来伊读完得到医师的许可，用医疗的名誉，就来台湾。伫咧台湾的原住民的所在，伫山地执行医疗勤务。伫遐是无，当时迄是无性命的危险，来做即个传福音的工作，一方面医疗，一方面传福音。当时卫生条件真无好，当时马拉里亚死去的人嘛真济，像即摆安尼瘟疫，所以伊的某捌安尼重病险死，伊3个囝就死去啊，连伊本身也捌安尼险无命去安尼，所以伊伫台湾山地30年的医疗传道，提升即个山地的医疗，救助原住民。伫第2次大战煞的时，伊想要继续搁留伫台湾，总是，所以伊就将伊的名改做高天明，高天明，总是即个中华民国的政府，就无法度允准就强制拢遣送转去日本安尼。伊要转去日本的时阵，真侪原住民真毋甘流目屎。毋甘即个无私的疼，帮衬因30年，阁失去3个囡仔，遮尔甘心的医师，所以即个井上伊之助伫1966年9月初2日的时来过身。
伊个蒙牌有用台仔路的字，台仔路的字吼，台仔路的音啦，用日本字拼音安尼写讲上帝在编织吼，上帝在编织，这是一本册名，咧讲伊伫原住民宣导医疗宣导的经过吼，上帝在编织，所以伫希伯来书12章第1节讲，已经有遮尔多的见证人为咱吼，为伫咱的身边吼，所以咱着爱放下逐样的重担，紧紧吼用吞忍来走所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障。伫咱头前，伫咱以前有真侪人真好的信仰，真甘心吼。咱2月第2个礼拜吼，咱有三九少年即个高俊明牧师，伊有真好的演讲，伊真好的信仰吼。我有寄互眼顶落，伊讲迄看2遍安尼，安尼真认真看吼。事实何牧师也是咱所敬畏、咱信仰的模样。所以咱有真侪信心的英雄伫咱的头前，咱基督徒的生活着爱谨慎，着爱警醒，着爱疼心怜悯，爱赦免。所以咱搁倒转去上头，耶稣讲即个譬如的是，就是讲天国亲像安尼吼，亲像即个歹萝卜无要写恁伊的淡薄。所以天国亲像安尼，呢，即个就是赦免人就是重点。天国就是爱有赦免人的人，才会当入天国。你爱有赦免人，才会当入天国。即个要点就是安尼。所以有人讲，这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爱 forgive and forget， 就是爱家原谅，然后甲放袂记，爱 forgive and forget， 将一切不满、委屈、冤枉、伤害等等，拢甲放袂记哩，拢甲等落海，拢甲伊放水流，无搁提起，毋免搁纪念，完全交托上帝，完全交托上帝，因为心愿在伫上帝，安尼，互咱的心灵会通得到透放，得到自由，会通袂记伫后面，努力向前，所差的标来跑走，为着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为着咱所准备的奖赏。再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你的怜悯，你疼痛阮、赦免阮，擦消阮一切的过失。你通过耶稣基督拯救阮，互阮对耶稣基督来得到望，得到拯救。你也爱阮做你的囝儿学习你对阮的疼，互人会通体会你的怜悯、你的疼痛、你的赦免。阮爱安尼赦免人，阮袂记得后面头前所差的目标来跑走，阮会通脱离遮个是捆绑，遮个压制，遮个伤害，交托伫上帝。你的恩典，你的疼痛，甲阮三到直直，加添阮的气力，阮会通赦免人，会通疼人，怜悯人，亲像你疼阮一样。祝阮每一位，阮请问你，
得到你的稳定，得到你的听，来传人人，恳请感谢好做的。